Hello，大家好啊！有好多網友問我哋，你哋食素有冇食維他命丸嘅呢？有冇素食者維他命丸㗎？Dr. Ocean Robbins， 素食嘅表表者，佢提議我哋留意5種維他命嘅吸收。維他命 B12 對我哋嘅心臟、腦部、神經系統同埋造血功能都非常重要。素食者可以喺營養酵母裏面吸取維他命 B12。另外就係維他命 D， 佢可以幫助我哋嘅免疫系統抵抗疾病、感冒、癌症，例如大腸癌，幫助減低糖尿病、降血壓、減低心臟病，仲可以幫我哋減肥，可以增加褪黑色素，幫助睡眠。吸收維他命 D 最好嘅方法就係每日曬15至20分鐘嘅太陽。所有人都需要呢一個 superhero 維他命 D。第3種就係好多人都忽略咗嘅 Omega 3， 佢能夠幫助我哋預防癌症、老人痴呆症同埋心臟病。Omega 3顧名思義就係有3種，分別係 ALA、EPA 同埋 DHA。我哋嘅身體3樣嘢都需要。食瓜子果仁類可以吸收 ALA， 而 EPA 同埋 DHA 就係要食海裏邊嘅食物，例如海帶、紫菜、海茸。第4樣就係鋅，佢係幫助我哋身體裏邊嘅酵素、細胞同埋免疫系統運作正常，亦都可以幫助傷口嘅痊癒。其實豆類、穀類都含有好豐富嘅鋅，但係佢亦都含有植酸 phytase， 所以我哋要浸泡穀類、豆類，多食一啲發芽發酵嘅食物，南瓜子、冬菇、牛油果都含有豐富嘅鋅。最後一樣維他命 K2， 維他命 K2 可以將我哋嘅鈣質帶返落去骨頭嗰度。正因為咁樣，維他命 K2 可以減低血管鈣化嘅機會，同埋減少血栓中風。納豆、天貝、堅持、味噌、發酵嘅食物都含有維他命 K2。每個人嘅飲食習慣都未必係完美嘅，我哋有食2種維他命。第一種維他命 B12， 每日都吸收少少，同埋 B 集一齊食，咁樣會更加容易吸收。另外，當然唔少得呢個 superhero 維他命 D， 我哋都有用海藻油，我哋當麻油咁樣用，將佢放喺油菜、沙律、麵嘅上高，嚟到增加 Omega 3、DHA 嘅吸收。多謝大家收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個素食台。拜拜。